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我看见咱的教会，入来到咱的教会，就感觉真烧脑。特别咱的教会真水现代化的建筑，真有水准的音响，咱的光线、咱的配色、咱的灯光，咱的座位，拢是非常赞吼。佮较第一水的是咱教会的人文吼。是人，上水的是人。我对开始落车入来到港台，入来到礼拜堂厅，看到兄弟姊妹大家拢笑眯眯。这款的温暖的感觉，互我真爱来啦吼，互我真爱来。希望咱会当将这个感恩的心献伫上帝面前。咱看咱教会的敬拜赞美团，愈来愈进步吼。即马毋但乐器。唱的人拢受训练，咱的队伍内面阁有参孙，有无？看咱的兄弟他们留遮尔长，我看了有够欣赏的。我做想要留像伊遮尔长。我伫艺术学院做院长的时阵，有一段时间留长他们，做麻烦。所以有当时这是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啦看到遮个，我感觉心拢真安慰。我坐落我就真感谢上帝。咱的教会是有愿望的。咱的教会是有疼心的，咱的教会是蒙受上帝恩典的。你捌为着这个来感谢上帝无？拍拍来感谢咱的上帝。今仔日咱要来讲的题目是征战。征战这个题目，可能无介好讲，但是咱会友信徒袂使拢食牛奶，有当时爱食较甜的物件。所以有时培灵，有时报道，有时礼拜堂的礼拜四的讲道，拢是要助长咱灵命的成长。征战，什么是征战？征战甲战争有啥物无共款无？大部分在讲的战争，就是你的军队拍我的军队，我的国拍你的国，迄做战争。征战都无共款的。征战拿台湾话来讲，叫做输赢。有当时真侪时阵输赢，无一定是烧精，无一定是举武器。亲像翁仔某冤家，迄就是咧输赢，迄就是咧征战，你敢知影？你今日要来坐伫遮嘛是征战呢？人隔壁要招你旅游有无？人咧讲都出去佚佗，人平时爱交500、600，今日还交2尔。我是要来旅游较好，还是要来礼拜较好？你看你今日来念着10条戒，着守安息日。我假使我今日有来，是无？所以咱生活当中也充满真侪的征战。战争甲征战的无共款我常常伫北朝鲜，就是北韩伫工作。伊关国家关起5、6冬所以我差不多5冬无去。然后最近会当去年会当去安尼拼死命走。北韩卡袂着，就要发射飞弹，会紧张袂？南韩的人足紧张。迄一个飞弹若拍无好势，爱死足侪人。特别南韩。甲美军在准备还没对抗演习，这拢是互做真侪的紧张啦特别咱面对中国的迄个恐吓，卡袂着，就是要留岛不留人这毋是黑白讲的这是因的政府的文件流出来，因有一个策略，就是讲台湾2000几万人迄拢歹教歹规划啦，干脆都拢太咱甲对中国这14亿人，凊彩叫2000万过，舒适，鱼个厝有车有糖拢有所以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，你会惊袂？咱检采会烦恼会惊，这就是战争真重要的伤害关键。你若去到伫足侪国家，特别我去真侪国家，我拢先对伊的战争博物馆。伫中国，我有去看几个城市的8年抗战、8年和日本人相战的战争的纪念馆，你入去拢安尼笑出来拢哭规面拢目屎这真正是，若有怜悯的心的人，拢有这个情形。我伫北韩有去参观因的战争纪念馆，目屎流比中国较济。朝鲜就是北韩北朝鲜就是北韩。因的迄个军夫纪念馆，你看了你会足艰苦心。你会祈求上帝，互咱无拄着战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这是非常重要。咱今日要对圣经内面一寡战争来学习功课，所以圣经内面这个故事是旧，也佫是永新。故事是旧的，感动是新的。所以请咱今日用学习的心情来看圣经内面，甲咱记载这个话语、这个故事是甚物款的。头一咱来看摩西甲亚玛力人的相战，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吼，在17章真精彩的一个故事。迄个所在是号做利非亭，迄个名无介好念啦吼。利非亭，我有写一条歌，就是即个圣经故事。在唱的人来到利非亭，拢念袂好势，所以利非亭即个战争，摩西叫伊的好助手约书亚带兵竞选人去烧台，结果伊讲：恁去烧台，我来山顶，我来山顶为恁祈祷。摩西和一般的角头兄弟是无共款。阮少年在做毋正囡仔的时阵，阮的老大若要和人隔壁庄拓肚烧台、武士刀、扫刀发落，就讲：少年嘞，互死！拢条对后壁去呢？你看战争片有无？迄将军一个出来，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国家，兄弟们上！哇，伊拢倒去后壁去。摩西毋是即款特质哈，伊是山脚约书亚带兵在烧台，伊是伫山顶举手祈祷。圣经安那记载，当摩西举手祈祷的时阵，约书亚就杀赢。当伊的手霜放落来，约书亚因就杀输。所以当初是有两个人，一个做亚伦，一个做何尼，因就搬一块石仔来，互摩西坐，两个人两手甲边甲吐掉的。所以摩西的手就一直举悬，一直举悬。结果以色列人约书亚就杀赢。约书亚带以色列兵伫山骹扑到要死要活，结果得胜的关键毋是在伫后烧台无后烧台，得胜的关键是伫山顶迄个举手的。所以领袖足重要，你对着领袖是非常重要。一个教会，咱的领袖头人是啥物人？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但是看会到的是牧师。所以一个教会会兴旺会衰败，有在做事工，有在传福音，无牧师真重要。竞选一个领袖，一个牧师真重要。所以咱教会虽然目前无牧师，咱会面临着教会聘请牧师，会开好会，你爱准备心为伊祈祷，然后较来投票。毋是讲都来了，监选就来啊，互民主互伊家断落安尼啊。这竞选牧师毋是在做民主的，你爱听上帝的声。上帝也感动你讲不 OK， 你就袂使当赞成。上帝若甲你讲这个好，你就袂使反对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烧台输赢，毋是在伫现场，是在伫背后的溃烂。约书亚战到要死，杀到要死，得胜的关键在伫摩西山顶的举手。所以，请你会记住，一个好的领导人足重要，一个好的助理助手也足重要。亚伦甲何尼无举刀去烧台，但是因扶持摩西的手，互约书亚杀赢。这拢是非常重要助手的角色。有时你伫教会无一定扮演主角哦，有时你伫教会是扮演一个配角哦。像看到咱的敬拜赞美团，带咱吟圣诗，大家看到拢三个，头前三两个姊妹，一个兄弟，较看袂到后壁这伴奏的遮，是无？咱参孙要输也伫后壁咧弹，咱无啥注意到伊啦。但是因若伫遐甲你乌白母、乌白啦。讲像讲青梅细园区讲乌白母，好无？就规个就拢破坏去啊！所以请咱会记住，领导真重要，但是做一个助手也非常重要。你伫教会有当时是做主角，但是有当时是做配角，用感受的心来做上帝的工课。咱来看第二个战争是大逼甲哥利亚。
这是伫撒母耳上卷所记载的故事。哥利亚有熟悉无？有啊，因兜电话号码几号？毋是熟悉啦吼，是听过即个人伫圣经的讲的故事嘛吼。大卫甲哥利亚谁较强？大家较叫囡仔来问啦，知影哥利亚较强？哥利亚若用真正的笑牛，开始248公分到250公分。啊，大卫是个囡仔屁尔，是要安怎战啦？但是事实上，圣经就甲恁记载讲，大卫是歹赢呢，哥利亚是互伊战败呢。吼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迄个以拉国的战争，迄个以拉国是圣经内面讲到以拉国的时阵，就讲到大卫甲哥利亚的战争。你看大卫有无？摕一个黑色，咻，石头压起哩，哥利亚就死啊！你讲迄较有可能？你甲想嘛？你即摆叫一个国中生，他读国一个尔，啊，你出去含一个200公分咧要烧台，你嘛感觉讲就无可能。但是即个国中生举枪呢，有无？啊，迄个大汉人举刀呢，啥会赢？应该是举枪会赢吧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唔好用咱的想法去开做判断，特别伫即个圣经内面记载以拉国的战争，咱看见。这是上帝话记载的故事，毋是神话。所以圣经内面甲咱讲的每一个故事，拢有特别的意义。特别这个故事甲咱讲一句话，讲你来挑战我，你来伤害我，你来攻击我，是靠刀剑，但是我是靠耶和华我的上帝。战争的输赢，毋是你所用的武器，毋是你安怎强命，你的人偌济偌勇，是在伫耶和华决定输赢。所以，咱对撒母耳第上卷的17章，咱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咱就知影，咱就倚靠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咱有上帝通去靠，你唔通靠，啊，你嘛是真害哦吼！你靠人无效，靠人靠山倒啊！所以咱爱学习这个。第三个故事，咱看约书亚伫基遍地，迄个所在有一个阿摩利人5个王。迄是阿摩利人是非常够烧战、非常勇猛的5个王集因的军队来做伙拍，伫基遍地来拍约书亚。恁看约书亚记第10章第当看到安尼，迄阵的战争是非常激烈。上帝伫圣经内面记载讲，上帝为着因这个战争停止大自然的自然律，互迄个日头留伫基遍地。互迄个月亮留伫阿雅伦国，较早若天暗都无战啊嘛。啊，以色列人约书亚刣得要赢，若日头落山，佮互因转去重新准备，就佮歹刣啊。所以上帝为着因特别惊一个新日。所以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内面，甲咱讲一个事实：上帝愿意帮助你，佮愿意为着你。改变自然律，什么叫做自然律？就是1+1=2，足自然的啊。1+1有没有可能大于2？啊，1+1就等于2啊，那也可能大于2，对不？阮出去咧做工，我一个人啊，阮太太出去咧做工，嘛一个人，我甲阮太太2个人出去，就是大于2。所以，这个数字毋是照人的数字来咧算。约书亚当初是做这场的战争，来见证着上帝为着人所做的牺牲。这个自然律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连上帝都要服从伫这个自然律。日时出日头，暗时出月亮，寒人就寒，热人就热，这是个自然律。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亲自带因征战。愿意破坏自然律，这有足困难理解无？无啊！咱咧破病有当时啊，迄个医生看注一支射就好啊。但是有当时啊，你医生看哪看，有医生看到无医生袂好就袂好。偏偏你参加一个报道会、一个培灵会，叫讲员啊，叫牧师甲你祈祷，好呀。所以，请咱来记住，上帝愿意因为听。来改变伊的自然律，上帝疼人疼到安尼，所以你有啥物代志，
免烦恼，你甲上帝恳求，上帝要帮助你。我真爱看的一段圣经，在《列王记》上卷18章，这个所在讲到以利亚甲巴力的450个先知相战。你求恁的你求恁的神降火，我求我的上帝降火，看啥物对一个神较有够力，对天降火落来，甲这个祭物拢烧去。这个挑战，这个勇气是非常大。咱看圣经内面，巴力的先知450个，大家伫遐操五宝，大家伫遐咧起动啥物货？以利亚甲伊讲：恁的上帝检采咧困啊！所以喊较大声，结果因舞弄一大波，然后咱看到圣经内面记载讲，完完全全拢无啥物反应呢。当以利亚天祈祷的时，伊叫四周的人讲：恁将水泼伫这段顶，火就咧引袂落来，佮泼水，3逝拢总倒10几桶水呢。上帝就因为怜悯以利亚，甲以利亚辟国，去天顶降火落来，甲这段物件拢烧了了。咱回去今仔个家庭功课的拢记18章，回去看看，你会看见上帝哪会遮尔奇妙？毋是看你人多人少，人多伫圣经内面无代表是对的，是有气力的。你看以色列人和所有遮个外邦人咧争战，拢因人较济，以色列人佫歹赢呢。所以请咱会记住，毋通讲人济就对，人济就有气力，无拄。若无互上帝来使用，人较济就无路用。请咱会记住，这是等于今仔日的方法课哦。佫一个故事，较多咱有讲到咱中央教会有一个参孙，有无？咱少年兄，你来看，头毛长长，你毋通夹脚倒伊个夹呢，无咱呢，人家家己夹就无法度吼。参孙用驴仔的牙做骨，国语讲驴屎骨，台湾人好多牙做骨，牙迄个牙做骨，杀死1000个人。你甲看迄款的勇猛，迄款的气力。人拢徛掂掂，拢无叮当，互你抬1000个，你着抬到手酸，手都也袂开啦。圣经讲精进小抬呢，抬1000个人。上帝话就是上帝话，上帝话毋是神话，这毋是讲妄假，讲西理话，你哪有可能安尼？哪有可能？上帝话就明明白白记载伫圣经内底。只要是气力对上帝来，你就会当从无可能变做可能，你就会当从艰难变做简单。请咱会记住，咱的上帝是无可限量的上帝，毋是用咱的头壳会当去思想的上帝。请你会记住，上靠我靠上帝，人会当成就神迹奇事。人讲，倒会困袂去，坐会哭哭拄有无？这个老人的现象。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记，这哭哭拄，倒会困袂去。这是拢讲较早，咱的社会人拢咧讲较早的故事，咱较多讲的迄嘛拢较早的故事。咱讲一个较现代，互咱大家听。以色列国当1948年5月，伊宣布要入国，要加入以色列人的迄个全世界的联合国的时，这阿拉伯的国家，迄是拢规个滚起来呢。以色列哪会当安尼复国？你圣经内面讲恁来复国，也袂通。20几个国家，阿拉伯的国家反对，迄20几个国家大小拢加起来差不多1.2亿人，1.2亿人，甲以色列人来争战，以色列当然是对全世界各国转来到因复国的所在，总共算甲65万人，65万人要安怎拍1亿5000几万人啊？人单配嘴呢嘛，甲遮淹死。迄个战争，大家在看讲这拍无3工，以色列就投降啊。较有影，拍9个月，以色列人佫歹赢。总下共以色列较死6000个人，阿拉伯联军死4万多人。所以
人的算术、人的看法，和上帝的作为无同款。因打复国，因也无足重要的武器，也无足好，但是因就是和阿拉伯的联军安尼在刣。我有去甲研究这个战争，因足奇妙呢。因的所在复国伫遮，逐个国拢甲伊拍。这个国甲伊拍，伊就和这个国拍，拍。伊在拍这个国的时阵，全力较只拼输在遮人精。这个国拍倒落来的时阵，伊阁活转身来拍另外一个国，安尼拍9个月得到胜利。这若无上帝和因同在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搁较神奇的是一个6日战争，你若上网去甲搜寻，还阁有一寡图片，还阁较有可能一个战争6天。1967年，埃及、叙利亚、约旦这个阿拉伯国家阁联合起来，侵犯以色列国的边界。你讲哦，恁以色列国原本是安尼尔，复国安尼啦，怎么都变安尼？袂使好继续大汉啊！因联合来拍。迄是非常紧张的呢，伫迄边界，甲看规个拢总是兵，规拢是军队。真奇妙，伫1967年的6月初5，以色列人因计划好，就迄天要空袭。因讲，等恁开枪甲阮拍已经伤慢啊，伊就派军机去炸阿拉伯的联军。伫尼罗河三角洲啊，伫这个苏伊士运河这个所在，大部分会在时啊，拢是大荒芜啦。都特别迄天，因计划6月初5，6月初5竟然就是规个拢好天。所以以色列的兵、以色列的空军开始去轰炸，然后因的坦克车出动，因的军队出动去拍。总共多拍6天，这个约旦、埃及、叙利亚的联军就拍败宣布和谈。人类甲伊统计，以色列人拢总了26台飞机，但是阿拉伯联军是451台，这个比例真大吼。以色列人的坦克车真少，但是拢总废去的61台。阿拉伯联军是821台。拢总以色列人死3700几个人，但是阿拉伯的联军死6万外，佮40几万人无家可归。迄个战争是一面倒的，是安怎？遐尼济国的联军拍以色列，以色列唔惊，因为因有上帝通靠。所以上帝的选民是真正无共款，你互上帝敬着。你就充满了上帝同在的快乐，遐个姊妹，你是上帝的选民啊，毋是？无因的人，恁自会到遮会当先转去啊？你若毋是上帝的选民，你哪会坐伫遮？坐头甲一空安尼？咱拢是上帝的选民，差别是以色列人是旧约时代上帝拣的，咱遮的新的以色列人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竞选、保护、亚看，改变咱的血统，改变咱的基因，成做以色列人。咱在座拢是新的以色列人，咱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上帝对万人中间竞选你出来，毋是偶然的，毋是偶然的。请咱一定爱记咧这个。佫一个故事要讲互咱大家听。1987年，北韩得到中国的支持。伊就一直要甲南韩拍落来，伊的武器、因的人的数量，甲因的真正是对南韩袂得，但是北韩足敢，所以因就发动军队集做伙，准备粮草，要按算伫迄年的冬天对大东江结冰的时阵，对北平侵略落来南韩。当南韩的情报局知影了时阵，甲全国宣布讲，咱要开始备战，因为北朝鲜要来甲阮拍。迄个时阵，伫汉城，咱即马讲首尔，所有的基督徒拢聚集伫底，伫大东江边，跪伫遐敬祭祈祷。
咱看见一个事实：1987年迄年的大东江无结冰，历史以来只有迄当无结冰。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啥物？当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得发挥你基督徒的责任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有责任。韩国的基督徒知影因的责任是啥？我就是祈祷。圣经有遐尼济上帝为咱征战的，所以阮就祈祷求上帝出手。啊，上帝迄年1987年，伊无派天使去征呢，伊互大东江无结冰，恁就无法度落来啊。这是违反自然律，违反大自然，违反所有历史的记载。这是又搁真又搁歪。有的人讲，有的人无信的讲，啊，煞毋知遐济人伫大东江边，迄个体温、迄个烧度，大东江就袂结冰啊，煞毋知，这也无啥物奇怪啊。还即摆敢是安尼？大东江对遐尼悬，一直流，啊，恁只咧祈祷，啊，规条江拢温度你拢烧会着，恁莫骗你囡仔讲话个，对无？因伫遐汉城的大东江边祈祷，影响的是规条大东江拢无结冰，这只有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圣经内面有讲啥物？对安尼犹太人聚会出来求耶和华帮赞，犹太各城拢有人出来找求耶和华，找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互因找着，因来拍门，耶和华就甲因开，成做因的帮赞。大东江1987年。无结冰，是上帝的开力。上帝看这伫大东江边跪伫遐祈祷的人，就惊这个神者。咱若听到大陆要甲咱拍，有这个情报来的时阵，咱会做啥物？包括我款款的囡仔讲，我亲戚伫日本、伫美国、伫地金选，好无？巧会成选，毋是。基督徒你有责任。咱白讲的盼望伫遮，咱来为着这个土地做咱应该做的责任。你的责任是啥？祈祷，因为你是新的以色列选民，你有祈祷的权柄，你祈祷上帝会听。请咱来记住这个，咱毋通认为战争离咱足远，战争离咱真近哦。中共者有可能话拍就拍过来，但是我咧讲的战争征战，无拄拄是这个，有当时。丢佬含丢佬，东江含东江，木者含东江，中职含青少年，一个教派含一个教派，会内含会外，拢咧战哦。属灵甲属世战争时时拢咧发生。兄弟姊妹，你活伫即个社会，你爱为即个社会担社会责任。常常往往咱所当着的战争，有当时也互咱做无力，咱无太赢，咱搁太输，对无？含会外的战争、教派的战争，中职甲中职长老含执事含青少年团契，敬拜赞美团的含妇女团契，拢有可能战争啊。当这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请你爱记住，爱用智慧来面对，用疼心求主甲咱开路，互主所做来影响咱。我讲今日要准备较侪场的战争，互咱看，所以我特别去献真侪资料，为着要互恁认同我的讲法，我的论点。圣经内面有记载3场的战争，是上帝亲自出力出手，这是非常明确的战争。较多讲到迄当然嘛是上帝帮衬，但是有3场的战争是耶和华咱的上帝亲自为咱征战的。咱会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耶利哥城无？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去战，无费一兵一卒。咱看圣经内面安怎记载伫约书亚记遐，因为上帝感动以色列人，互因有听话的心。约书亚就伫遐外当着耶和华上帝来做元帅，伊顺坦耶和华上帝的带领。然后就去围耶利哥城，伫遐射耶利哥城，射7日，射7天，射了，分扫角大声喝喊，甲迄个翁啊，也是甲迄个底物件讲互破，做这个动作是
以色列人的军队就是上帝派来做元帅。咱就看到耶利哥城，遐尼宽大的城墙倒。我相信上帝是差派天使，甲遐个城墙淹落倒，以色列人无出手。这款的战争，互咱轻易知影讲，要得到一个战争输赢，要得到胜利，无遐尼困难呐。只要上帝徛伫咱这边，咱只要是顺服。这个故事讲，咱要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咱爱怎样？咱爱做出声的见证，不管是分扫角、大声化险，迄拢是出声的见证。你的生活当中有出声的见证无？人看到你，就看到上帝，这叫做出声的见证。常常爱练咱的口才。你若咧讲隔壁因做，迄新妇囝，迄新妇和大家咧冤家好，你足够讲规出来。好，迄着安怎呢？爱甲使伊，甲印的呢，爱甲弄呢，爱伊安怎扣呢？拢讲规部。啊，叫你讲耶稣，耶稣着姓耶名稣安尼。请咱的其实，你着爱靠上帝来做征战的官头。打胜仗不难，要打赢一场战争无困难，只要你找到迄个骨头，一个上重要的骨头，你就是爱顺服上帝。你着爱伫顺服的过程中间，好胆出声来见证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头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圣经内面，你甲人讲战争真重要的概念。圣经内面有记载米甸甲基甸战争，当米甸人来侵犯以色列人的时阵，基甸是士师，伊就向所有12支派讲：来啊，恁着主动出来为着上帝来战争，为耶和华来战争，耶和华要做咱的元帅。当初时较偌济人，2万几个人主动出来，2万几个变啊占13万啊。但是真奇妙，上帝来讲：哦，你若甲2万几个去杀赢13万人，迄无稀罕。你甲这人讲，你若惊的、软的，拢转去；惊死的唔通来。这人会惊死袂？看到对方13万，走了了，走的了，剩几千人。几千人，耶和华上帝讲：安尼阁伤济，带去溪仔边啉水。安尼伤济，阁带去溪仔边啉水。啊，咱就看到伫遐就一个情形，有个人拍咱像狗仔伫遐，有无？啊，有个人哭咧，半久咧，捧水起来啉，时时保持一粒警醒的心。上帝就甲基甸讲：这个捧水的，就是我要用的人，总扣的300。300人要来杀13万人，因为得胜无在伫你人多人少。得胜在伫你顺服上帝的心，所以这个故事咱讲竞选真重要。你是受竞选的，所以你是真重要。你唔好看你家己无去，但讲你家己也食老啊，无路用啊啦，啊我袂晓做啥啊，我都废人啊，我都老火啊，又搁火，做老火啊。常常你都家己催眠，讲我都无效，我袂晓做啥，到尾我也唔捌啦，啊，就互因几个长老去，我定手长老就真搞的啊，民雄长老就足厉害有无？啊，注意长老来那。互因去舞蹈啊！请咱来记住，上帝竞选是非常重要。伊竞选你，互你有权柄。你为人祈祷，毋是牧师、大牧师、传道、长老较有效呢？你若信心有够，你甲人画手祈祷，人病嘛好。你毋捌咱做，是因为你对你家己无信心，你毋知影你有即款权柄，你戆戆。我无讲恁好呆我是讲恁戆戆，毋知你有即款权柄。恁兜人艰苦，一个随叫救护车，当着困难随先叫你耶和华你所信的上帝。圣经是安尼教，咱就安尼照安尼做。咱看到基甸带300个杀赢13万人，咱拢会记个基甸的300个勇士，你拢袂记个米甸是13万人。用人的头壳，用人的理解，
无可能，但是无可能，但是往往拢会发生，因为咱所倚靠是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。我的上帝是将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上帝。我的上帝是带我太赢战争的上帝。你的上帝是毋是？阿们，咱是爱倚靠上帝，所以你今仔伫万人中间受调出来，成做基督徒，你有权柄。你今仔日受调成做有权柄的基督徒，毋是因为你是甚物款人，是因为你所信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。上帝拣选你，就为你负责。你有着一寡艰苦，你常常就伫迄个所在伫埋怨，伫遐哀杂杂去喜乐的心，毋对。你有上帝通好靠。今日我讲遮尔济，你逐句拢袂记的无要紧，你只要记掉一句就好。你有上帝通好靠，你咧惊啥物呢？咱是有上帝通好倚靠。民间宗教死神咬上拜甲起来着，咱活我的上帝，互咱拜甲要巧位，你敢知影？你的上帝是将无可能变做可能的上帝，爱记住，你有上帝通靠。甲你隔壁讲，你有上帝通靠。第三个故事是约沙法的故事。约沙法的故事，我每遍看到这个故事，我拢足感动，因为我本身有教会咧教圣歌队，我本身有带一个无花果合唱团，即摆无花果合唱团高雄市足强。这人有一半袂晓看谱，1/3唱歌拢走音。你若叫伊一个起来唱，逐个都高声去食。我若逐摆听因唱歌，我拢伫边仔想要但是这团伫高雄市逐间教会咧请，毋捌闹开呢，毋捌闹开。兄姊妹，我每一遍看到约沙法甲三国的联军在对战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心拢非常受激励。当约沙法这个王，伊是惊上帝目睭中看做好的事。圣经中有真侪好的王，有真侪歹的王，约沙法是较好的王。当伊听到这个阿门人、摩押人、西尼山人要来攻击伊的时阵，伊毋是去求救联合国，伊毋是去招伊较好的国家来甲伊斗相战，伊是创啥物？伊组圣歌队。咱非常袂明白，面对三国的联军，是安怎毋去找人找兵去组圣歌队要创啥？而且甲遮个讲，你来参加圣歌队的人，唱歌学了上帝带阮的兵去你相战，你爱徛伫军队头前。你知影两个国家的军队相战的时阵，这两个军队合作伙，头一个合作伙，遮差不多拢袂活。相战排第一排，大部分拢无转来较济。遮个人毋但排第一排，佫徛伫军队的头前。所以因受竞选，因志愿出来受竞选，成个圣歌队员，要敬拜上帝，因就本身准备要死，准备要献祭。我还佫唱会出来袂？我毋知。但我知影迄款的悲壮，徛伫军队的头前，烧台的时阵，因爱死大声。这款学了赞美敬拜的大能力，是你无法度通想象的。当因开始唱出声、唱歌的时阵，因往前行，军队对伫后壁，突然中间，伫因的军队就开了出去，天使做进前，就将这三国的联军杀甲因拢亏输大败。这个圣歌队员有死无死？因原本按算要死的，因为着上帝，为着国家，因愿意死。但是这个心情建立了上帝怜悯伊，上帝予因的毋是简单的荣耀，是生存活命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咧看到这个的时阵，请你会记起你教会服侍。你有咧参加教会圣歌队无？敬拜赞美团无？
你若无抱着迄个必死的决心，你唔好来。大家咧练的时阵，你无要来，要唱的时阵，我第样唱的就来啊。选歌队队长、选歌队指挥，请你会记住。今日坐伫遮较单6个尔，要安怎？哎呦，无人啊来哦，啥物高嫂啊，三婶啊，四职工啊来啊来斗人，这绝对袂使。无准备心，无甘愿的心，无服侍的心，袂使上战场。因为你男伫内底，你会甲人扭落。如果我第样唱的，啥物叫做你会晓唱？所以请咱记住，无备办心，无训练，唔好上战场，因为你去是做炮灰尔。教会有活动，你所做的就是为伊祈祷。咱家己要有服侍的时间，咱就是爱备办心，爱祈祷。有无？咱圣歌队，咱就9:50开始聚会。有个人就9:30就开始来练圣歌队啊，进前嘛拢找时间咧练。你就偏偏10:5分才来，有无？人拢坐好势，你较一领衫穿的，圣歌队要穿的。无就搁领一领衫来才咧穿，有无？迄拢是做毋对，教会拢有即个现象。你无尊重即个敬拜赞美，无尊重祭司的角色，上帝就无尊重你。上帝甲无尊重你，你要哪得到快乐？你出来你共拉低赛的尔。所以请咱记，虽然教会无大，服侍的精神爱正确。今仔要家庭礼拜，要甲即个家庭祝福；今仔要甲即个家庭拄好上，你拢爱出力，伫寸祈祷出力。若无亲身参与，你拢爱备办心；若无唔通去，无备办好势，唔好参加。不管你是教会、书会、主理，你较稳，你较在，你怎样，你爱拢爱备办心。你不管是探访拄好上，拢同款，无备办好势，唔通去。基后教会赵正义牧师是我真好的朋友，带2个长老，一个执事甲牧师娘，去到要拄好上的家庭，一个入去。这个家庭的老欧巴桑、老奶奶出来坐伫迄个厅头，坐伫要拄好上的所在，坐伫遐。因就开始要祈祷，要拄好上。这个主人就随启动。你毋免来啦，转去啦。恁这5个来5个也无共心啊，恁来要创啥？有影咧，较拄要来处罚，伫基后教会门口伫遐咧坐，伫遐咧弯，伫遐咧搭安尼尔。伫遮弯弯搭搭的，要共拄好上，拄鬼。迄牧师知影即个情形啊，鼻仔懵诶，就是伊牧师伫甲我分享时讲，鼻仔懵诶，行转来，遐到门口外头，甲迄个老主人讲。阮后礼拜共这个时间，阮要过来，请你直接等我。牧师等于无搁招长老执事，招伊甲我讲招教会一个老姊妹，招教会青乐堂协会长，招一个执事，甲牧师娘5个，同款后礼拜这个时间来到门口，迄个主人看因5个入来了后阵，徛开，行喺后壁。要听恁听，是安差别遮尔大？有备办，有共识。你毋好认为讲我都在做这个服侍啊！虽然我凊彩做嘛无要紧啊。服侍毋是拢 OK 啊，请你会记住。圣经内面你会记迄个拿根5角场，牛车拖约柜，牛倒大顶，着搭。约柜要落去涂骹，当体是一个利未人，号做乌撒，看到名乌撒，毋是土撒，莫误会吼。乌撒用手去甲约柜吐的，互约柜无落去涂骹，迄落去涂骹就无圣洁，落去涂骹就歹呀。伊甲吐的，足侪人来甲牛车演落好势，啥物会演落好势？演落好势，迄个约柜佫铺好势。上帝伫迄个时间对天降下刑罚，当场甲乌撒拍死。乌撒的手是服侍的手，上帝当场甲拍死。你会感觉足无明白，是安怎？上伊都好心去甲约柜吐掉，互伊无落去涂骹，上帝佫当场甲伊拍死。上帝遮严罚。
要甲咱讲啥物？服侍上帝袂使清清彩彩，上帝讲约柜袂使用手摸，你唔好用任何的借口甲理由来甲这个约柜吐掉。约柜就要用人工，恁天天用牛车去咧杀。乌撒本身是利未人，伊是祭司，伊互上帝拍死拄啊好呢。请你记住，你伫教会做工真重要，但是做工阁有分对，做对甲做毋对。耶稣基督会过来袂？我确信，我的信仰我讲耶稣基督会过来审判别人。伊来要创啥？伊来要甲人分做两边，一边是有信的，一边无信的。这有信的中间，伊阁分做两边，一边是有服侍的，一边是无服侍的。这有服侍的，伊阁分做两边，服侍对甲服侍毋对。请你会记住，毋通当作你来教会做工就拢对哈。教会足侪问题，教会今仔日的所有的教会拢共款，足侪问题，毋是因为无人做工，是因为拢做毋着工。我为着教会的心，伊也为着教会的心，来教会两个就完了呢。请你会记住，请你会记住，服侍真重要。我要对在座的基督徒讲，你家己是你上大的敌人。我要提醒在座的基督徒讲，你毋通只有你因为你过航海，你认为你得救啊？圣经讲我心相信，随圣经人就得救啊！你毋好认为你过航海你就得救啊！无，你有可能伫旷野40冬死伫遐。你过航海得救，你还阁过约旦河过得胜。你毋但得救，你阁爱得胜。请你记住，这非常重要。每一工靠上帝，你才会当打赢战争。我要对在座的还未信的基督徒、还未洗的非基督徒讲。你有找到上帝无？圣经内面真有一个真正讲，咱的上帝是会当倚靠的上帝。我所信的上帝是会当互我得胜的上帝。你有经到这位神无？当你若做正确的选择，你的人生开始不断打胜仗，较有意义。啊若无，你是不断失败，但要埋怨上帝无够力的人。嘛，咱逐个人通过今日的讲道，认捌你家己的角色。你是受拣选的，你是得救的，你是有权柄的，你是可以打胜仗的。因为咱的上帝是帮助咱的上帝。咱做阿头来祈祷。主俾里面的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对今日的讲道学习。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阮知影阮所捌的真少。主，阮需要去读圣经，去了解，对每一个是旧约，阁是永生的故事，来得到新的感动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所有中教会兄弟姊妹同工执事长老，无因为阮已经教会起好，就失去迄个敬虔的心。互阮会当常常伫主你面前，以爱亲近你，读你的话，常常甲主你祈祷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体会出你帮助迄款的可贵甲甘甜。帮助阮，特别后礼拜阮要开好会。求主你兴起阮中间的同工，互阮甘心乐意来做对的代志，互阮教会无因为这个选举，因为这个选择来产生对立甲摩擦。主啊，互阮逐人愿意尊你最大，互阮伫后礼拜拍赢一场水阁水的战争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主啊，帮助阮，听阮同声合意的祈祷甲恳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